再来看桃园的青溪国中的附近有一间麻雀店，假做是刀仔酸店哦，拢有国中生甲高中生出入率，嘛捌互家长投诉。市政府去稽查嘛，发现讲店内消防设备无合格，尤其是厝顶的违规建筑，已经要求爱拆除，嘛依照儿少法来处罚。用铁腿啊将价金全部降下。桃园区这间楼顶家起违建自助麻雀店，假是导游店。就伫青溪国中附近，常常互家长投诉学生会来遮。警方临检，市府看局处联合稽查，结果确实发现常常有各高中生入去。该场所各包厢，有明示未成年不得进入之标示，但会开始发现，确实有儿少进入消费。原本按依儿权法第47条裁处6万元，并公布负责人姓名。违法的这间店包厢内底放电动麻雀刀啊，登记是非特定行业甲治安顾虑行业立管范围。虽然有打禁止未成年进入的字样，却无查验登记。社会局依照儿少法来处罚。稽查后发现，店内消防设备无合格，空间本身也是楼顶违规架起，监管处已经进行违规空间的拆除。稽查的时候发觉，它现场已经隔成很多的空间做麻将使用，与原来申请的目的不合，而且明显的有消防的疑虑及治安的疑虑，也是违章建筑的空间。监管处表示，主题区辖区内底扰乱安宁秩序，各有公共安全、治安纪律的场所，若建无合法、室内装修有问题等等，拢会列为优先拆除的对象。除了防止跋筊，禁止青少年群体，也确保主题区安宁甲使用者安全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